好，来继续来看网红蔡阿嘉甲伊的前员工罗拉 AB 合约的纠纷愈搞愈大条。蔡阿嘉发布着影片，讲过去这半年来向法院来申请着强制执行，但是过程是了时了工，恐惊对方早就脱产。 伊会当摕回来的财产真少咯。啊，这个风波佫牵连到另外一个网红肾结石，讲伊拢知影状况，佫甲厝说互罗拉。啊，肾结石嘛特别发声明，讲伊绝对无暗号不发。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他的居住地、户籍地进行强制执行的动作。 蔡家和元老级的前员工罗拉，因为 AB 合约贴破面，罗拉小型钱趁千外万，互蔡家看袂做。翻头来看，这半年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实际状况。发生之后，我们照着程序走，请律师去提案，我们强制执行，然后真的公文发下来了，约好时间了，要过去多久了？要拖成早就。 蔡家伫咧怨叹，代志写出来了后，为律师联络到府律师费上，真侪手续规过程了时了工，佮靠无啥物钱。去年10月，就买到罗拉申报租厝的所在，台中互一地查封财产，佮叫罗拉处理人主动，互执法人员无多查扣，唔安尼正算佮烧到另外一位网络的钱。我觉得房东知道他做这件事情，还让他住，这不是一个胜利。 要么就是可能不认识他，要么包庇他。蔡家团队咧讲的，互人去想到网红肾结石，遮尔多好肾结石的公司是个地点，和罗拉住的所在拢伫咧新北路手。敢讲就是肾结石甲厝租互罗拉，伊本人赶紧发声明回应，讲家己和合约的代志无关系。罗拉只是使用伊投资的共享工作室空间，即摆因为无做推定关照，并无理由请罗拉搬出。毋过嘛强调家己绝对袂允许任何非法的代志发生。我帮朋友买的啦，为什么在你家？过去钢铁货品可能袂搁再看起，随罗拉翻头甲头家倒家，两边互相伫咧相斗，争议嘛愈拖愈大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